呢個係呢一個題目嘅第3集。咁我哋上一集咧就講到喺2025蛇年咧，有啲方位就唔太建議選擇，同埋要小心避開一啲乜嘢應煞。咁除此之外咧，就講翻一啲有利吉利嘅方位咯喎。2025年蛇年，咁首要最好嘅方位咧，包括咗坐西向東嘅單位。不過咧，記住喎，佢向東咧個門口咧就開喺前方嘅中間。咁佢好處係乜嘢咧？即係吉利在咩？佢係一個喜慶嘅方位，即係話咧，譬如係你係想拍拖啦、結婚啦，或者係有小朋友啦，甚至咧係希望有一啲幸運嘅咧嚇，仲有就係咧喺個財運方面咧，希望都可以加到分咧。咁呢個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㗎。不過記住呢個方位咧，如果佢係門口外面，或者咧你個窗係向正東咧，今年咧係唔適宜見到有一啲大動土嘅情況啊，或者係長期動土嘅情況㗎。咁好啦，咁另外咧，第二個建議嘅方位即係吉利嘅選擇啦，就係咧坐西北向東南，而個大門口咧就開喺間屋前方中間嘅位置。咁呢一個我哋叫中門啦嚇。咁原來咧第一又係需要咧戴翻個頭盔先。咁如果咧無論係大門或者窗，如果咧係東南咧，外面都係唔適合見到動土㗎。好，咁跟住咧呢一個有啲乜嘢方位有咩好優點咧？就係佢係一個桃花，包括咗人緣桃花啦、感情桃花啦，或者咧係有利文昌啊、讀書啊、名氣啊，都會有一定程度嘅幫助。咁其次一個好嘅方位咧，就包括咗係如果你係想小朋友讀書有幫助咧，咁1年嘅啫，咁你可以選擇坐東向西。咁坐東向西咧，啱啱好。如果係中間前方中間開門咧，就係今年嘅文昌星嘅位置啊。咁呢個咧只係有效1年嘅咋嚇。咁短期租務會比較適合。但係另外一個方位咧，譬如坐東北向西南咧，就係今年我哋叫做八白退氣財星。中間開門嘅話，咁呢個咧都係一個吉星嚟嘅。咁最後一個咧就調翻轉咧，就係坐北向南開中間開門就會變咗係前方中間，即係正南位去開門。咁呢個咧就係你權力工作嘅一啲武職我哋講。